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落土时八分命。这句俗语意思是讲，人的命运伫咧伊出世的时辰八字就已经注好好啊。古早人认为讲，人的命运早就注定好势，去食命就去食命，较安怎嘛袂改变。叫人爱通知影认命，毋好怨叹。这是古早时代科学也未发展，大家思想较坚固，社会保守的缘故，才有这种相撇的观念。即句的人嘛无影遐相信这落代志啊。若有心，命运是会当靠家己改变的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